姐姐还在为皇贵妃的妃位事烦心啊。依Coco看，这皇贵妃位，姐姐就不应该跟皇上客气，这个本来就应该是姐姐的。姐姐没有在想皇贵妃的事，姐姐是在想果真妹妹。兰贵妃娘娘，她不是昨天晚上刚来过吗？Coco，姐姐觉得这果真妹妹是越来越有些看不透。看不透？兰贵妃娘娘透明的像水晶，姐姐怎么说看不透她呢？姐姐对她的疑惑，其实也是从昨天下午才开始的。皇娘，儿子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跟晋升皇贵妃一事无关。无关就好，额娘现在也不想谈论晋升皇贵妃的事。皇帝有什么事想说就说吧。皇娘，您不是觉得德妃突然跟索尔纳来往有些奇怪吗？其实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。索尔纳跟德妃说，害果真小产的毒蝴蝶案不是他做的。索尔纳这样说，那他说是谁做的了吗？多纳。多纳，这可以信吗？皇帝，你不会因为多纳反对晋升德妃而相信了吧？皇娘，您误会了。其实，儿子根本不相信索尔纳说的任何话。为这件事情，儿子还狠狠地训斥了德妃。儿子从来没有那么严厉地训斥过她。德妃她相信了索尔纳的话，还在暗中调查多纳。她的目的就是想保住果真的孩子，让果真的孩子避免再遭毒手。他还叮嘱果真，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，不能对任何人说。昨天儿子去看望果真，果真一时说漏了嘴，才被儿子逼问出来的。皇帝，这件事可不小啊。索尔纳的事已经定了案，现在他为何要突然翻案呢？是，儿子也觉得奇怪，是不是这件事情儿子有什么失察之处，所以才想听听皇额娘您的想法。其实，让姐姐产生疑惑的，是因为姐姐已经千叮万嘱地告诉过果真妹妹，这件事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。可她还是失口跟皇上说了此事。她是失口的呀，姐姐。兰贵妃娘娘面对皇上，皇上一追问她，她还敢不兜底交代啊？倘若要是真的失口，那姐姐觉得倒是可以原谅的。可倘若她不是真的失口，而是做出一时失口的假象，想让皇上知道姐姐正在暗查皇后娘娘呢？这是不可能的呀，姐姐。兰贵妃娘娘跟姐姐的关系情如姐妹，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伤害姐姐呢？是啊，所以姐姐只是有些疑惑，不敢确认。还有，最近因皇贵妃一事，果真妹妹都来姐姐这里谈了好几次了。她跟姐姐说，她对皇贵妃之位没有念想，她说皇上应该敬姐姐才是。可是姐姐看她，倒觉得果真妹妹对皇贵妃之位是非常关注，也是非常有念想的。这一点她跟姐姐不一样。姐姐，Coco倒是觉得兰贵妃娘娘对皇贵妃位有兴趣也是正常的。这后宫中还会有谁跟你一样对这事儿毫不上心啊？正常倒正常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，假如他对某样东西很感兴趣，偏偏又信誓旦旦地说他真的毫无兴趣，那这是不是有些不正常呢？Coco啊，你要知道，果真妹妹她和我说的都是私房话，是两个姐妹之间的体己话，她不用掩饰的这么好啊。皇帝，额娘有个忧虑，德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？她敢去暗查皇后，
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？皇娘有何忧虑，请详示儿子。你看现在后宫的情形，灵珠死了，贤妃被废，果真跟德妃关系一直很好，又很听她的话。索尔纳和淑妃又主动示好，和她亲近，这会不会让德妃觉得后宫这个女主人非她莫属呢？皇娘，您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德妃她是什么人呢？她是儿子爱的女人，儿子不相信她会有这样的野心，她不会这么做的。皇帝，后宫的毒性很大，进了宫的女人，当了皇妃都会争位争宠，这是本性啊。老实说，依照皇帝跟皇后所说的一些情况，让额娘认为一向老实单纯的果真，也都对皇贵妃之位有所动心。难道德妃会是个例外？儿子坚信，德妃跟儿子身边的那些女人都不同，因此皇娘对她的怀疑过重。皇帝，额娘并没有真的怀疑德妃到底有没有企图，额娘只是想帮皇帝清理一些思路，预先给皇帝提个醒。额娘也一直认为德妃和后宫的女人有所不同，如果有朝一日证明她们没有区别的话，不仅皇帝会痛苦失望，额娘也会非常痛苦。皇娘，您能这么说，证明皇娘真的是十分疼爱小我。皇娘，儿子其实看出来了，是索尔纳，他想把后宫搅乱，才会让德妃去办这些事情。皇娘放心，德妃是儿子最爱的女人，儿子绝不会看错的。姐姐，恕扣扣直言，反正扣扣没有看出来兰贵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姐姐，可能是你从来都没有受过皇上如此严厉的训斥，对兰贵妃有些怨气。姐姐是多虑了。姐姐倒也希望是自己多虑了。你说姐姐跟果真妹妹的关系多好啊，在这宫里，除了扣扣你，姐姐最信任最喜欢的人便是果真妹妹了。啊？说错了吧？那皇上呢？皇公子呢？扣扣，姐姐跟你说正事呢。还有啊，这件事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及啊，英格尔也不能。倘若这事传到皇上耳朵里，皇上便会觉得是姐姐小气失仪，这事儿要传到果真妹妹耳朵里，不免伤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，伤了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。扣扣知道轻重，姐姐的疑惑啊，扣扣绝对不会漏一个字。姐姐的疑惑也是从昨天下午才开始的，皇上训斥了姐姐，可是果真妹妹昨天晚上来跟姐姐道歉，果真妹妹说的那么真诚，那么激动，姐姐听了也是很感动。仔细想想，可能也真的是姐姐怀疑错了。姐姐，扣扣相信啊，这次啊，真的是姐姐错了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众姐妹快起来吧，请坐。谢皇后娘娘。今天请姐妹们品的是刚进贡的明前龙井，大家品品看味道怎么样？皇上勤政，天下皆知。但是，皇上也不可以过于劳累。
定要保住龙体呀。洪师傅，朕之所以疲乏，不是因为前庭之事，而是因为后宫之事。敢问皇上，后宫出了什么事啊？洪师傅，皇上现在呢，为了见皇贵妃的事非常心烦。现如今，这贤妃和灵珠已经得到了报应，本宫很是高兴。如今姐妹们聚在一起，是一派的祥和，这样多好。是啊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说的对。有好多蝴蝶啊！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前年的3月3，慈宁宫花园出的蝴蝶怪案。是啊，说起那件蝴蝶案，那还真是古怪吓人呢。皇额娘也是怕再出什么事儿，去年3月3也就再没有办蝴蝶会了。今儿这么多蝴蝶，不会又要发生什么怪事吧？静妃又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本宫的坤宁宫会发生什么怪事啊？再说了，那年的蝴蝶案，不就是死掉的灵珠和静妃娘娘不谋而合的杰作吗？哼，本宫看，静妃还是不要再提这件扫兴的事了。既然今日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本宫便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，蝴蝶案不是本宫做的。静妃娘娘，刚才皇后娘娘已经训斥过了，蝴蝶案一事，你就不要再提了。是啊，静妃，你就不要在那贼喊捉贼了。上次那件事情，你一直都没有和本宫解释，今天你必须当着众姐妹的面，给本宫道一个歉。道歉？本宫从未伤害过你，道什么歉啊？索尔娜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本宫道歉的话，本宫就扇你耳光。哼，你扇我？萧果真，本宫知道你有可能当皇贵妃，可本宫从来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今日你若是不扇本宫，你便是贱人。果真妹妹，主子，果真妹妹，这块姐姐，你有身孕，不能动气啊！果真妹妹，董姐姐，这记耳光我忍了她很久了。果真妹妹，小气！皇上，臣理解皇上要晋德妃娘娘为皇贵妃的心情，因为此事皇上同太后又闹得不愉快，那老臣就不能不担忧了。而德妃娘娘她的压力就更大了。洪师傅，您不必担忧，朕相信朕一定可以说服皇额娘，也能够说服德妃。现在皇额娘越来越喜欢，也越来越心疼德妃了，就凭这一点，朕就可以断定，朕心爱的女人，她一定可以晋位为皇贵妃。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来人，来人，别拉着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放肆了！要本宫动用中宫监表吗？静妃姐姐，索尔娜，你刚才说蝴蝶案不是你干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想翻案吗？本宫是什么意思？皇后娘娘你应该最清楚吧？
皇后娘娘别理她，这静妃分明就是条疯狗。她自己害了别人，还在这里骂人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做敢当，想陷害我！好了。果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怎么了？姐姐，我知道。啊！哎呀，果真妹妹，皇后娘娘，果真妹妹好像中毒了。果真妹妹，你醒醒了！果真妹妹，你醒醒了！醒醒了！怎么了？果真妹妹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果真妹妹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果真妹妹她突然晕倒了。现在，所有的人都不许走。快去传太医，把这事儿禀报给皇上和皇额娘。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启禀万岁爷，坤宁宫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兰贵妃突然中毒，昏迷不醒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都起来。谢皇上。果真呢？皇上，果真已经被移到房间里，冯太医和金太医在守着他。德妃，你跟朕一块儿去。皇上，请等等。回皇上话。果真已经被查出是茶水里下的毒，臣妾们都有嫌疑，要一一审查。你是觉得德妃她也有嫌疑？是，臣妾们都有嫌疑。德妃，同朕一道去。金太医，果真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皇上，贵妃娘娘中毒极深，情状十分危险。臣和冯太医好不容易灌进去一点解药，贵妃娘娘全都吐出来了。这不是跟当初德妃中毒的情况一样吗？德妃娘娘是毒医中毒，是慢性浸染；兰贵妃娘娘是猛烈中毒，能挺过去就过去了。要是挺不过去，那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对吗？谁这么大胆？皇上，臣妾还以为灵珠之后，后宫再也不会发生这种可怕之事。没想到果真妹妹她……金太医，朕听说是有人在果真的茶水里下的毒。皇上，是茶水里放的毒，这种毒药毒性极烈。皇后，今天一定是你们姐妹在聊天的时候，有人故意在果真喝的茶里动了手脚。皇上，请皇上明察，臣妾的茶叶绝对没有问题。这果真刚才还好好的，他和索娜吵了架，拌了嘴，就猛喝了几口茶水，这没过多久就倒下了。皇上，臣和冯太医对所有的茶水都做了仔细检查，就只有兰贵妃娘娘的茶杯有毒。是，果真为何要和索娜吵架？这个臣妾也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原因呢。皇上，是因为蝴蝶案的事，
静妃娘娘先提起来，兰贵妃便让静妃娘娘给她道歉，静妃娘娘不肯，两个人便吵了起来。苏尔纳呀，苏尔纳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说起来也奇怪，苏尔纳好像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似的，一直在那儿胡言乱语。哀家以为后宫太平了，没想到这还如此凶险。是啊，刘公公派人来禀报说，这次下毒的人是志在夺命啊。果真多好多乖，谁这么狠心要置他于死地？等哀家查出凶手，一定要了他的命。皇上，兰贵妃娘娘的脉息越来越弱了。金太医，你实话告诉朕，果真的还有几分希望？皇上，兰贵妃娘娘恐怕只有2、3分希望了。你说什么？现在看只有2、3分希望，但只要兰贵妃娘娘能够挺过3、4个时辰，也许就能脱离危险了。冯太医，你是怎么看的？皇上，兰贵妃娘娘能不能脱离危险，还要看兰贵妃娘娘的身体情况。依臣所知，兰贵妃娘娘的体质不错，所以臣还是有信心的。冯太医，如果果真得救，她肚子里的孩子还能保得住吗？这个恐怕……皇上，臣如实禀报，就算兰贵妃娘娘能脱离危险，但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没有保住的希望了。这个人比灵珠还狠，还毒。朕现在就要立刻审问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嫌疑人，找出这个真正的凶手。朕要将他处以极刑，碎尸万段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留下来，同朕一道审。奴才遵旨。英格尔在。你负责带人，把今天在场的所有嫔妃和贵人都带过来，朕要一一审查。这，皇上，那臣妾和德妃先出去吧。臣妾和德妃也应接受审讯。本来皇后和德妃不需要受审的，不过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朕还是要问你们一些问题。皇上，既然这事儿是在臣妾这儿出的，那臣妾先说吧。坐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果真中毒的时间，就是在我们进院子后不久。当时，臣妾正在和姐妹们品茗，这时候突然有几只蝴蝶飞过来，这索尔纳就挑起话头，说起了前年3月3。慈宁宫发生的蝴蝶案，果真一直为了这件案子想让静妃向他道歉，可静妃偏不肯。而且静妃还说这蝴蝶案不是她做的，这两个人一语不合便吵了起来，还险些要动手。当时场面混乱极了，臣妾觉得这下毒之人一定是趁着大家吵架的时候下的手。照皇后所讲述的，你是一点嫌疑都没有啊！依你的意思，下毒之人就是在果真身边的几个人了。如此看来，德妃她就在果真的身边，那岂不是德妃的嫌疑最大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妾也没有这样的想法，臣妾只是根据感觉，
如实禀报给皇上。行了，朕知道了。英格尔，带皇后下去。这，臣妾告退。德妃，你坐。是。刚才皇后说，下毒之人应该就是在索尔纳跟果真吵架之时下的手。你认为皇后的话有几分可信？皇上，臣妾只有几分赞同皇后娘娘所说的。要说下毒之人的确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来下毒手，但要说有嫌疑之人，臣妾倒觉得不仅仅是果真身边的那几个人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边审问，一边等果真醒来。启禀皇上，该审的人都审完了。刘光才，你认为这些人当中，谁的嫌疑最大？万岁爷，奴才也很难判断。奴才觉得静妃娘娘嫌疑最大，可看她刚才那个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奴才又觉得她不像是作案之人呢。朕认为这个嫌疑人呢，他一定是做了精心的准备，才这么难找。金太医，主子怎么还不醒啊？云儿，你别哭，这里需要安静。奴婢也想安静，可是奴婢控制不住。忍不住你就到院子里去，娘娘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。是。冯太医，你来把把脉象看看，本官怎么觉得兰贵妃娘娘的脉息快停了啊？金太医，情况不好，兰贵妃娘娘的脉息摸不着了。啊，那快禀报皇上吧。参见皇上。兰贵妃，她病情见好吗？皇上，贵妃娘娘的脉息已经摸不着了。你不是跟朕说，还有2、3分的希望吗？冯太医，你不是跟朕说，果真的体质是相当的好吗？皇上，兰贵妃娘娘的体质确实很好。是他下毒的人用的毒药太毒，这是志在夺命啊！皇上，朕一定要把这个下毒之人找出来，哪怕他上天入地，朕也要把他找出来。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！姐姐中了那么重的毒都能醒过来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德妃，不要哭了。你先别哭了。好了，朕还有话要问金太医。
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金太医，果真他到底还有几分希望？皇上，现在还不能说就毫无希望。中毒过深的人，有的人会出现脉息暂停的现象。如果在半个时辰左右能恢复脉息，那就大有希望，就可以说是挺过来了。可是，如果没能恢复脉息，那就……别说了，朕知道了。好，朕就在此等上半个时辰。朕相信，果真他一定可以醒来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现在就去慈宁宫禀报皇额娘，若皇额娘想过来，一定要拦住她，就说这件事情朕会处理好的。这……太后娘娘，万岁爷亲审了坤宁宫所有该审的人，还是很难查出下毒之人。不用怕，他逃不了。刘光才，害人是要有目的的。果真遇害，其实有嫌疑人。太后娘娘的意思是说，下手的人跟兰贵妃娘娘是有直接利害冲突。兰贵妃娘其中呢？索尔纳想搞乱后宫，为自己翻案，就这一个理由已经足够了。淑妃下手，也只是想帮索尔纳下手。所以，哀家认为的嫌疑人应该是德妃，不应该是其他人。刘公才，皇娘有什么话要跟朕交代？太后娘娘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需要交代。太后娘娘知道万岁爷亲自处理这件事，她万分放心，相信毒害兰贵妃的人无处逃遁。金太医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再来给果真把把脉吧。这……皇上，兰贵妃娘娘有脉息了，且比前面的脉息还好。你是说，果真她没生命危险了？贵妃娘娘脱离危险了，从脉象上看，贵妃娘娘马上就要醒了。太好了，皇上。果真妹妹，你没事就好，吓死董姐姐了。唉，这小果真一中毒，看大家伙连茶都不敢喝了，还害得我们在这儿死守苦等。静妃娘娘今天颇有些幸灾乐祸呀。皇后娘娘定是想把这罪定在本宫头上吧？可惜呀，你办不到。你，皇上，果真妹妹醒了。
皇上，臣妾是不是中毒了？昏过去了。你醒过来就好了，国珍。你醒过来就好了。那臣妾的孩子呢？不说孩子，国珍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孩子不重要，你活过来了，朕就高兴。皇上，臣妾有罪，臣妾的孩子又没了。果珍妹妹，你也别太伤心难过。对了，姐姐记得你昏迷前对姐姐说过，你好像知道是谁对你下的毒手。现在皇上也在，有皇上为你做主。妹妹，你说出来，到底是谁下的毒手？果珍妹妹，我是董姐姐啊。皇上，能不能请德妃出去？什么？你要德妃出去？德妃，你先出去。英格在，陪着德妃娘娘出去吧。这。国珍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朕，到底是谁在你的茶水里下的毒？皇上，臣妾真的不敢相信，这次害臣妾的，竟然是德妃娘娘。你说什么？是德妃在你杯里下的毒？您听见了吗？兰贵妃说，下毒的人是您。果真怎么能说是我下的毒？他是不是昏迷刚醒过来，脑子糊涂了呀？啊！您别着急，兰贵妃肯定是弄错了。咱们先回避吧。娘娘。英格尔，你相信是小婉害的果真吗？你相信小婉会用这么狠毒的手段害人吗？英格尔绝对不会相信的。好，小婉多谢你的信任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恐怕这件事，扣扣也会受到牵连。娘娘先不要想扣扣的事情，皇上肯定不会对扣扣怎么样的。我觉得，兰贵妃娘娘肯定是弄错了。她发现自己弄错以后会改口的。她不是弄错，她也改不了口。